各位，人生大起大落，有時真係好似發咗場夢咁。尤其係當你企過喺權力嘅最巔峰，享受過最極致嘅奢華，最後卻因為一時嘅貪念，將自己送入鐵窗之中，呢種戲劇性嘅反差，真係連電影都未必拍得落。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嘅特區政府第二把交椅，到身陷囹圄、破產收場嘅階下囚，再到最後抱病離世，呢段充滿傳奇而又令人唏噓嘅人生，啱啱喺2026年2月1日正式畫上咗句號。曾經叱咤香港政壇，人稱橋王同埋肥龍嘅前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喺東區醫院因為病情惡化病逝，終年77歲。77年嘅歲月入面，佢經歷過1998年帶領香港擊退國際大鱷索羅斯嘅風光無限，亦經歷過因為貪慕虛榮，收受高達3400萬賄款而身敗名裂嘅萬丈深淵。大家可能都有聽聞過佢嘅生活有幾誇張，養隻馬閒閒地使咗330萬，包養一個上海空姐情婦有豪宅850萬，甚至乎一餐飯都可以食走幾十萬。究竟呢位曾經被香港政商界公認為絕頂聰明、計仔多多嘅橋王，係點樣一步一步走上權力嘅最高峰？又係點樣因為抵受唔住金錢同物質嘅誘惑，最終跌落貪婪嘅深淵，搞到晚節不保？今日我哋就嚟徹徹底底咁，由頭到尾還原許仕仁呢77年充滿爭議嘅傳奇一生。要了解許仕仁點解會走到最後嗰一步，我哋首先要由佢嘅出身講起。許仕仁喺1948年2月8號出世，佢嘅家庭背景其實相當唔錯，可以話係自細就浸淫喺一個充滿文化氣息同埋優越嘅環境之中。佢讀書好叻，中學讀嘅係香港最頂尖嘅黃仁書院，之後順利考入香港大學文學院，仲攞到文學士學位。喺70年代嘅香港，能夠喺香港大學畢業，絕對係天之驕子。所以喺1970年，即係佢22歲嗰年，佢就順理成章咁加入咗當時嘅港英政府，開始咗佢漫長而又輝煌嘅公務員生涯。佢份人出名絕頂聰明，記性極好，而且轉數極快，處理複雜嘅政策問題往往可以舉重若輕，諗到好多常人諗唔到嘅絕妙計策。所以喺官場入面，大家慢慢就幫佢改咗個花名，叫做橋王。喺政府部門做嘢嘅頭嗰20-30年，許仕仁可謂平步青雲，由最初嘅政務主任，慢慢爬升到唔同嘅重要崗位。佢做過副經濟司、副公務司、新機場工程統籌處處長，仲有運輸處處長。每一個位，佢都做得有聲有色，深得當時港督同埋上司嘅信任。到咗1995年，即係佢47歲嗰陣，佢獲委任為財經事務局局長，正式成為香港財金系統嘅核心人物。而真正令到許仕仁橋王個名威震四方，甚至可以話係名留香港歷史嘅一役，絕對要數1998年嗰場驚心動魄嘅亞洲金融風暴。時間返到去1997年下半年，當時亞洲爆發金融危機，泰銖、印尼盾等貨幣先後大幅貶值，以索羅斯為首嘅國際對沖基金，即係大家俗稱嘅國際大鱷，帶住龐大嘅資金殺入亞洲市場，所向披靡。到咗1998年年中，呢班大鱷將個矛頭直指香港，佢哋用咗一個非常之狠毒嘅雙邊操作策略，即係一邊喺外匯市場大量拋售港元，迫使香港政府為咗維持聯繫匯率而大幅扯高息率；另一邊廂，佢哋一早喺期指市場瘋狂沽空恒生指數。當息率一扯高，股市自然就會暴跌，佢哋就可以喺期指市場度賺到盤滿缽滿。當時嘅香港可以話係面臨住前所未有嘅危機，恒生指數由16000幾點一路狂瀉到得返6000幾點，無數市民嘅財富蒸發，甚至有人因為破產而走上絕路。市場一片恐慌，全世界都睇死香港政府守唔住呢個難關。喺呢個生死存亡嘅關頭，作為時任財經事務局局長嘅許仕仁，同當時嘅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以及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組成咗後來被稱為財金三劍俠嘅鐵三角。面對住自由市場一直以嚟不干預嘅金科玉律，
許仕仁大膽提出咗一個破天荒嘅建議，動用香港嘅外匯儲備，直接入市干預，同班國際大鱷喺股票同期貨市場正面交鋒。呢個決定喺當時嚟臨係極度震驚國際社會嘅，因為香港一直標榜自己係全世界最自由嘅經濟體，政府直接落場買股票，簡直係犯咗資本主義嘅大忌。但係許仕仁睇得好通透，佢知道非常時期必須要用非常手段，如果唔打大鱷，香港嘅經濟就會徹底崩潰。於是喺1998年8月嘅下半月，香港政府正式啟動咗呢場千古未有嘅官惡大戰。許仕仁喺幕後出謀獻策，指揮住金管局嘅交易員，用真金白銀狂掃藍籌股。最激烈嘅一日係8月28號，亦都係期指結算日。嗰一日，大鱷瘋狂拋售，政府就硬接，雙方喺股市度進行咗一場埋身肉搏。單係嗰一日，香港政府就動用咗高達近800億港元去托市，成交額創下歷史天量。結果恒生指數成功守住喺7800點之上，大鱷嘅淡倉因為結算價高過佢哋嘅預期而被逼平倉，損手爛腳，慘敗離場。呢一仗，香港政府大獲全勝，成功保住咗香港嘅金融命脈。許仕仁作為背後嘅軍師，佢嘅膽識、眼光同埋謀略，贏得咗全香港市民甚至國際社會嘅高度讚賞。橋王呢個稱號可以話係喺呢個時候去到咗神級嘅地位。但係人往往喺最風光嘅時候就最容易迷失自己。雖然許仕仁喺事業上取得咗巨大嘅成功，但佢私底下嘅生活方式卻逐漸為佢日後嘅墮落埋下咗伏線。喺官場同社交圈子入面，許仕仁有另一個好出名嘅花名，叫做肥龍。呢個名一方面係形容佢比較圓潤豐滿嘅身形，另一方面亦都係反映緊佢嗰種極度講究，甚至可以用揮霍無度嚟形容嘅奢華生活。許仕仁絕對唔係一個普通嘅高官，佢係一個極致嘅生活享受家。佢對飲飲食食、古典音樂、賽馬都有住近乎痴迷嘅追求，而呢啲追求全部都需要天文數字嘅金錢去支撐。先講食，許仕仁對美食嘅要求極高，尤其鍾情於高級法國菜同埋頂級紅酒。佢經常出入香港最頂級嘅酒店餐廳同埋私人會所。有傳聞話，佢曾經喺一間高級餐廳食一餐飯，淨係開幾支罕有嘅名貴紅酒，埋單就已經超過20萬港紙。佢對食材極度挑剔，食嘅係最頂級嘅魚子醬、最靚嘅和牛、最罕有嘅黑松露。佢甚至會專登飛去歐洲，就係為咗喺某間米芝蓮3星餐廳食一餐晚飯。佢嘅酒窖入面收藏咗無數支價值連城嘅真釀，隨便攞一支起嚟都可能係普通打工仔幾個月嘅人工。除咗食，許仕仁仲係一個瘋狂嘅古典音樂同黑膠唱片發燒友。佢對音樂嘅品味好高，尤其中意聽歌劇。佢收集咗成千上萬隻絕版嘅古典音樂黑膠碟同埋 CD， 為咗聽到最完美嘅音色，佢喺自己嘅豪宅入面設置咗一套價值幾百萬嘅頂級音響設備。佢仲經常飛去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甚至奧地利維也納等地，住最貴嘅5星級酒店，就係為咗坐喺最好嘅位置，欣賞一場世界級嘅歌劇表演。有人計過，佢每個月喺買唱片同聽音樂會上面嘅花費，閒閒地都要幾十萬。再講下佢另一個燒錢嘅愛好，賽馬。許仕仁係香港賽馬會嘅資深會員，佢唔單止中意賭馬，更加中意做馬主。養一隻馬喺香港已經係非富則貴嘅象徵，而許仕仁對養馬嘅要求更加係極度苛刻。佢曾經同一啲富豪朋友夾份養過幾隻馬，為咗令隻馬有最好嘅狀態，佢唔惜工本，甚至指定要從外國空運最頂級、最優質嘅草料返香港俾隻馬食。仲有，如果隻馬要退役或者轉移地方，佢甚至會花費巨資安排飛機運送。根據後來法庭嘅資料披露，單係喺養馬同埋相關嘅開支上面，許仕仁就足足揮霍咗大約330萬港紙。330萬
喺當時嚟講，已經夠喺香港買一層好唔錯嘅樓啦。但係對許仕仁嚟講，呢啲只不過係佢滿足個人嗜好嘅零用錢。當一個公務員嘅正常薪水根本無可能應付到咁龐大嘅開支嗰陣，問題就出現啦。雖然許仕仁做到政務司司長，年薪都成幾百萬，但係相對佢嗰種大使嘅生活模式，簡直係杯水車薪。佢其實好早已經開始入不敷支，要靠借貸度日，甚至爭落銀行同財務公司一身卡數同債務。但係為咗維持表面嘅風光，為咗繼續享受嗰種上流社會嘅奢華生活，佢開始利用自己嘅身份同埋權力，同啲富商巨賈行得越來越埋，慢慢咁跌入咗貪污受賄嘅泥沼。講到呢度，就不得不提許仕仁生命中另一個極大嘅污點，就係佢背住老婆，包養咗一個後生佢好多嘅上海空姐做情婦。呢位情婦名叫伊蓮，佢哋係喺2005年左右認識嘅。當時許仕仁喺一次私人聚會入面，經朋友介紹認識咗呢位生得好標緻、溫婉可人嘅上海女仔。許仕仁對佢一見鍾情，好快就展開咗熱烈嘅追求。為咗冧呢位紅顏知己，許仕仁出手闊綽到令人咋舌。佢唔單止每個月俾一筆豐厚嘅生活費伊蓮，仲喺上海幫佢買咗一層過千萬嘅豪宅，買名錶、買名牌手袋、送名車，可以話係應有盡有。根據後來廉政公署嘅調查同埋法庭嘅證供顯示，許仕仁喺包養呢位空姐情婦嘅幾年期間，總共喺佢身上掟咗高達850萬港紙。850萬啊，各位，呢筆錢對好多普通香港人嚟講，可能係成世人做生做死都賺唔到嘅數目。但許仕仁為咗博取紅顏一笑，竟然毫不手軟咁使出去。佢甚至喺法庭上面直認不諱，話呢850萬係佢送俾呢位女士嘅禮物。可想而知，佢當時對金錢嘅觀念已經扭曲到一個咩地步。咁問題嚟啦，既然佢自己冇咁多錢，養馬使咗330萬，養情婦又使咗850萬，仲要應付自己日日酒池肉林、聽歌劇、買名牌嘅開支，啲錢究竟從何而來呢？答案就隱藏喺香港歷史上最轟動嘅官商勾結案——新鴻基地產貪污案之中。喺2000年，許仕仁短暫離開過政府，去咗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做行政總監。之後喺2003年，佢自己開咗間顧問公司。喺呢段期間，佢同香港最大嘅地產發展商之一新鴻基地產嘅郭氏兄弟，即係郭炳江同郭炳聯，建立咗非常之密切嘅關係。許仕仁為新地做顧問，收取巨額嘅顧問費。如果單純係商業合作，本來無可厚非。但係到咗2005年，當時嘅行政長官曾蔭權邀請許仕仁重返政府，出任香港特區政府嘅第二把交椅，政務司司長。就喺許仕仁準備上任政務司司長嘅前後，佢同新地高層之間嘅金錢利益輸送，就成為咗日後令佢身敗名裂嘅定時炸彈。根據法庭後來嘅判決，許仕仁喺上任政務司司長之前，以及喺擔任政務司司長同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期間，透過極度迂迴同埋隱蔽嘅方式，包括透過前港交所高級副總裁關鴻生等人作為中間人，先後多次收受咗新地高層合共高達3400萬港元嘅賄款。另外仲免租入住新地旗下位於跑馬地禮頓山嘅雙連豪華單位，甚至獲得無抵押嘅巨額貸款。呢3400萬嘅黑錢，就係許仕仁用嚟維持佢嗰種極度荒淫奢華生活嘅主要水源。佢以為自己翹皇上身，可以將啲資金轉移做得神不知鬼不覺。佢將啲錢透過多個海外戶口、幾間空殼公司轉嚟轉去，企圖掩人耳目。佢以為只要無直接嘅文件證明佢因為收咗錢而喺特定嘅政府政策上偏幫新地，就入佢唔到罪。但佢低估咗廉政公署查案嘅決心同埋能力。2008年，廉署收到匿名舉報，開始對許仕仁同埋新地高層展開暗中調查。經過幾年抽絲剝繭嘅搜證，查閱咗成千上萬份銀行過數記錄同埋文件，廉署終於掌握咗確鑿嘅證據。到咗2012年，
廉署正式採取拘捕行動，將許仕仁、郭炳江、郭炳聯等人拘捕。呢單案震驚咗成個香港社會，因為從來未試過有去到政務司司長咁高層級嘅政府官員被控犯下咁嚴重嘅貪污罪行。2014年，案件正式喺香港高等法院開審。呢場被稱為世紀貪污案嘅審訊，歷時大半年，吸引咗全香港甚至國際傳媒嘅廣泛關注。喺法庭上面，檢控官將許仕仁嗰種極度揮霍、紙醉金迷嘅生活赤裸裸咁展示喺公眾眼前。佢一餐飯食幾十萬，養馬屎幾百萬，包養情婦使850萬嘅荒唐事蹟，全部成為咗呈堂證供。面對住如山嘅鐵證，許仕仁雖然企圖用各種藉口去辯解，例如話啲錢係正常嘅顧問費，或者話無因為收錢而喺政策上優待新地，但陪審團並無被佢說服。法庭最終認為，作為政府嘅第二把交椅，許仕仁上任前後收受地產商龐大嘅利益，即使證明唔到佢有具體嘅職務干預，但佢身處一個可以接觸到極度敏感機密資料，同埋可以對政府政策產生巨大影響力嘅位置，佢收受呢筆3400萬嘅巨款，已經足以令佢喺執行職務嘅時候傾向優待新地，構成咗嚴重嘅利益衝突，徹底破壞咗公眾對特區政府嘅信任。2014年12月，陪審團裁定許仕仁5項罪名成立，包括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串謀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以及串謀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等。法官喺判刑嘅時候，痛斥許仕仁盲目追求奢華生活，被貪婪蒙蔽咗理智，將個人利益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嚴重損害咗香港政府廉潔嘅聲譽。最終，曾經高高在上嘅政務司司長被判處入獄7年半，並且要交還超過1100萬嘅賄款。與此同時，由於佢爭落一世都還唔清嘅巨債，高達7000幾萬港紙，高等法院亦都正式向佢頒下破產令。由宣判嗰一刻開始，許仕仁嘅人生徹底跌落谷底。佢被剝奪咗大紫荊勳章、金紫荊星章同埋太平紳士嘅頭銜，名譽掃地。佢被押送去高度設防嘅赤柱監獄服刑，由住跑馬地禮頓山豪宅、食頂級法國菜、聽百萬音響嘅肥龍，變成咗一個要同其他囚犯一樣，着住啡色囚衣、瞓硬板床、食監房大鑊飯嘅階下囚。據聞，許仕仁啱啱入冊嗰陣，非常之唔適應監房嘅生活，情緒一度極度低落，身形由原本嘅肥胖變得暴瘦，甚至因為身體問題要入住監獄嘅醫院。但現實就係咁殘酷，無論你以前幾威、幾有權勢，犯咗法就要承擔後果。喺監房嘅日子，佢唯有靠睇書打發時間，慢慢去接受呢個殘酷嘅現實。喺監獄入面熬過咗漫長嘅歲月，因為行為良好，許仕仁獲扣減1/3嘅刑期。2019年12月18日，許仕仁終於刑滿出獄。嗰一日，已經年過70嘅佢，頭髮花白，身形雖然比暴瘦時期豐滿返少少，但面容已經充滿咗歲月同埋牢獄之災留下嘅滄桑。佢無接受任何傳媒嘅訪問，只係喺幾個人嘅護送之下，默默咁上車離開。出獄之後嘅許仕仁變得非常之低調，幾乎絕跡於所有公開場合。昔日圍繞住佢身邊嘅權貴朋友，甚至係嗰位收咗佢850萬嘅紅顏知己，都早已經煙消雲散。陪伴佢嘅只有年邁嘅太太，同埋揮之不去嘅破產令同污名。近年嚟，由於年紀漸大，加上以前喺生活上極度唔檢點對身體造成嘅隱患，許仕仁嘅健康狀況每況愈下。據了解，喺佢逝世前嘅幾個月，佢因為身體極度虛弱，行動非常之唔方便，已經要經常進出醫院。到咗2026年嘅年頭，佢病情突然惡化，被送入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嘅深切治療部留醫。一直到2026年2月1日嘅下晝，呢位曾經被視為香港政壇一代奇才嘅人物，終於敵唔過病魔嘅折磨，喺醫院病逝，終年77歲。回望許仕仁呢77年嘅人生，真係令人感慨萬千。佢天資聰穎，
能力卓越。1998年擊退大惡果一仗，證明咗佢絕對有能力為香港社會作出巨大嘅貢獻。如果佢可以安分守己，做好佢政務司司長嘅本分，佢退下來嘅時候，絕對會被香港市民尊稱為一代名臣，享有崇高嘅社會地位同埋優厚嘅長俸，安享晚年。但可惜，人嘅慾望係無底洞，佢嗰種對物質極度病態嘅追求，嗰種食一餐飯要幾十萬，養隻馬要330萬，包情婦要850萬嘅貪念，最終反噬咗佢自己。3400萬嘅賄款，買到嘅只不過係短暫嘅嬌奢淫逸，換來嘅卻係身敗名裂、7年半嘅牢獄之災，以及晚年嘅淒涼同病痛。喬王雖然計仔多，但最終都算漏咗因果報應呢一着。佢嘅離世唔單止標誌住香港政壇一個時代嘅落幕，更加係一個活生生嘅反面教材，警醒住所有擁有權力嘅人，無論你幾聰明、幾有權勢，一旦跨越咗誠信同道德嘅底線，被貪婪侵蝕咗靈魂，最終都必然會付出沉重嘅代價。法律面前，無人可以有特權。許仕仁嘅故事就好似一面照妖鏡，照出咗人性最脆弱同最貪婪嘅一面。77歲，對於一個曾經叱咤風雲嘅大人物嚟講，或者唔算係一個特別長壽嘅年紀，但佢呢一生經歷過嘅高低起伏，已經足夠寫成一部精彩但又令人心痛嘅警世小說。隨住佢嘅離世，新地貪污案嘅所有風風雨雨，亦都終於正式寫上咗最後嘅句號。但願呢段歷史可以成為後人永遠嘅警惕。唔知大家聽完許仕仁呢段傳奇而又悲哀嘅一生，又有啲咩感受呢？你覺得佢當年如果無貪污，今日嘅香港政壇又會唔會有啲唔同呢？歡迎點讚關注我哋下期唔見唔散。